序列公路求生，我在末日升級物資。第481章不可思議嘅項目。40個鐘？咪話40個鐘啦，儲設連4個鐘都唔想俾。但如果跟住而家車隊呢種散步一樣嘅速度，車隊係冇可能擺脫呢啲詭異嘅。雖然呢啲詭異嘅數量遠遠冇之前咁多，但只要等車燈熄滅嘅嗰一刻，呢啲嘢會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馬王，快速洶湧而來。到時唔好話幸存者，就算係車隊嘅幾個超凡者，能夠喺一望無際嘅亂墳海生存落去，都係一件冇法確定嘅事。儲設喺猶豫，喺反覆權衡，100幾十人喺佢手中揸住，如果揀錯，呢啲人全部都要死。隨住末日嘅深入，儲設越嚟越知道每一個人嘅可貴。都係嗰句，人類冇幾多剩啦。每一個仲生勾勾嘅人都要團結埋一齊，都要珍惜。以前車隊死過把人，儲設冇咩感覺。嗰係因為末日啱啱開始嗰陣，就喺嗰幾日，成個城市嘅人都冇晒。原本熱鬧嘅人類城市，變成人類禁區。死嘅人太多太多啦。不論係儲設定係其他人，早就麻木晒。但係而家，由綠洲離開到而家，除咗喺樹海嗰邊遇到末日車隊之外，竟然一個其他車隊都冇遇到過。甚至有陣時，儲設都以為呢個世界剩低佢哋自己。望住車外嗰啲幸存者又驚又攰嘅面口，儲設咬咬牙，伸手喺懷中揸住某件物品，另外一隻手找過對講機。好，公勇，信你一次。所有人就地休息，所有燈光集中管理，圍繞營地外圍照明，所有人冇允許，唔准離開照明範圍。儲隊長嘅命令一下，車隊喺周圍嗰啲詭異嘅注視之中慢慢停低咗。薛南開始指揮人佈置營地，車隊之中孭手電筒、孭露營燈之類嘅，全部都被薛南收集起嚟統一管理。陳野佢哋嘅幾架車形成咗一個三角形，車燈打開住，將周圍一片照亮。好彩儲設同粉毛少女嘅車係經過專門改裝過嘅，佢哋嘅車載照明系統比一般嘅照明系統更有針對性。陳野嘅怪物皮卡車載照明系統都係啱啱升級過嘅。三架車形成嘅三角形足夠暫時形成一個燈光圍欄，只係喺燈光照唔到嘅地方，嗰啲恐怖嘅嘢距離三架車嘅距離越嚟越近啦。距離自己只有一個車門嘅距離，陳野就見到一塊縫縫補補嘅面，貪婪咁望住自己。如果唔係車入面嘅燈光存在，呢樣嘢怕且就要入嚟啦。陳野化作青煙離開車入面。此時，公勇已經開始對車隊內嘅車輛進行規劃。目前車隊一共有9架車，呢個車輛數量實在係太多啦。儲設、陳野、孫西西佢哋3個嘅越野車唔需要公勇做咩升級改造，至少而家唔需要。至於陳野嘅怪物皮卡，呢個係編號1000以內嘅奇物。公勇雖然已經係序列4，但係想對怪物皮卡進行改造，都仲係有啲力不從心。而且陳野已經對怪物皮卡嘅越野系統進行咗升級。原本2日嘅倒計時，而家仲剩低40個鐘唔到。咁樣計落嚟，應該係公勇對車子改造升級完成嘅時候，怪物皮卡嘅越野升級都應該升級完成咗，或者仲會提早少少。儲設同孫西西佢哋嘅車子都係經過特意升級嘅，目前都唔需要公勇嘅升級。叮咚嗰架雙色貨車，目前喺車隊嘅定位係車隊嘅物資供給車，車入面仲種植住一啲理想良種。剩低嘅5架車係鐵絲嘅校巴，徐麗娜主持嘅7號車，羅醫生主持嘅6號車，同埋新加入嘅8號車同9號車。8號車同9號車原本係末日車隊嘅載具，之前公勇喺末日車隊嘅時候，就對8號車同9號車進行過好多升級，因此喺亂墳海嘅遷徙過程之中，8號車同9號車嘅狀況比6號車、7號車同鐵絲嘅校巴都要好得多。如果唔係有鐵絲呢個人形脫困神器嘅存在，呢幾架車根本冇可能喺亂墳海走出咁遠。鐵絲而家就係公勇嘅專業助手，公勇指揮住鐵絲將嗰架校巴同6號車仲有8號車放埋一齊，7號車同9號車都放埋一齊，
目前睇嚟40個鐘。公勇要將呢5架車改裝成2架超大型嘅幸存者大巴，到時成個車隊就只得6架車。叮咚嘅雙色貨車因為係物資供給車同兩種種植車，目前保持原狀，但公勇都會對叮咚嘅雙色貨車進行一啲針對性嘅越野改裝。如果係末日之前，呢啲改裝項目怕且係全國做得嘅都冇幾間，但係而家，難道呢個就係序列3同序列4嘅分別？呢個睇起嚟就好似個笑話嘅項目，充滿咗不可思議。公勇嘅右手直接變成咗一個噴焰槍，果藍色嘅火焰散發住難以置信嘅高溫，就算隔咗咁遠，都令人感覺到其中嘅炙熱。甚至左手都變成咗一個手動螺絲批，只係2個手指夾住果螺帽輕輕一扭，嗰睇起嚟都有手指頭咁粗嘅螺絲瞬間就乖乖咁拆咗落嚟。仲有嗰啲硬淨嘅鋼架喺公勇面前就好似泥膠咁，任佢隨便點樣搓圓撳扁。要知道，成個車隊之前都只有鐵絲可以做到咁輕鬆，嗰係因為鐵絲無可比擬嘅力量。但公勇呢個瘦瘦削削嘅嘢，成個人睇起嚟都冇2兩肉嘅嘢，佢竟然都可以做到咁輕鬆。第一次見到機械師咁近距離展示能力，都係將處切呢個隊長睇到目瞪口呆，似乎係俾處切熱辣辣嘅目光盯得有啲唔自在。公勇難得解釋咗一句，呢個係機械師嘅本命能力之一，鋼鐵親和。任何鋼鐵喺我哋面前都會變成呢個樣㗎。只係喺序列3嘅時候，我想收復佢哋，仲需要借助工具。而家我已經序列4，我自己就係最好嘅工具。好好好，你好好做，好好做。處切而家睇公勇嘅眼神，已經唔係普通嘅眼神啦，嗰係一種想將公勇一啖吞落肚嘅感覺。而家如果有人要將公勇帶走，處切係會同佢死過嘅。處切見到陳野過嚟，冷笑一聲：你睇下人哋公勇，再睇下你自己，一啲忙都幫唔上，要你哋有咩用？終於，呢句話終於由處切嘅嘴入面講出嚟，對象仲係陳野，一種前所未有嘅爽快感油然而生。陳野，你老母！未等反駁，處切就翹埋手走開咗。第482章喺詭異嘅陰影下生活。成個車隊都陷入咗又心急又心驚膽跳嘅忙碌之中。心急係因為所有人等緊公勇嘅項目完結，心驚膽跳就唔單止因為佢哋等緊公勇個項目完結，而係喺燈光闌珊嘅外圍，嗰啲扭曲嘅古怪嘅嘢，佢哋都喺度等緊。等緊車隊放鬆嗰一刻，就係佢哋嘅大餐。嗰一張張扭曲又古怪嘅面，會成為好多人一世嘅噩夢。今日呢種體驗係好多人諗都冇諗過嘅。今次車隊裏面嘅生還者冇一個偷懶，幾乎所有人都有自己嘅嘢做，其中大半人都走去整車嘅項目度幫手。但凡公勇需要嘅、想做嘅，都係車隊目前最高嘅意志。就算係處切都要讓路。當然，鐵絲仍然係其中嘅主力。陳野見到公勇已經將幾架車拆到七七八八，甚至開始將呢啲車拼接埋一齊。公勇仲打算將2架車都整成雙層巴士嗰種。如果成功嘅話，車隊就會出現2架大型客車。架車嘅體型同尺寸，完全冇必要跟足末日之前嘅巴士同客車嘅標準嚟改裝建造。反正而家都冇交通法例，一切都只係為咗更加適合生存而改裝。為咗呢2架車嘅動力，處切同孫西西嗰2架越野車上面嘅心臟引擎，再次被移植到呢2架就快出爐嘅大車上面。對此，處切同孫西西都冇乜意見，因為呢2架車一旦成功整起，之前嘅引擎要帶得喐呢啲大家伙，實在係有啲唔夠力。2架車要承載100幾人嘅遷徙生活。當然，跟公勇嘅講法，而家製造呢2架車，主要係升級改造佢哋嘅越野能力，等車隊快啲離開呢片亂葬海。車廂裏面嘅一啲嘢只可以盡可能咁簡化。之前車上面嘅行李同物資已經俾生還者攞咗落嚟放埋一邊。成個營地都因為公勇嘅項目做到火紅火綠。陳野好期待序列4嘅友仔到底會整出啲乜嘢嚟。當然，唔係所有生還者都喺度忙緊整車項目。
剩低嘅人當然都冇得閒。車隊嘅財產唔單止得呢幾架車，車隊裏面嘅雞、肉蟲以及理想良眾呢啲都有專門嘅人負責。就算而家喺營地外面，仲有無數恐怖扭曲嘅身影，但車隊每日要做嘅嘢依然唔少得。唔係等今次危機過後，車隊嘅人都要等住飲西北風。由於之前嘅顛簸，成個行李艙一早已經亂七八糟，入面仲臭氣熏天。當打開行李艙嘅時候，所有人個心都微微一沉。呢種臭味唔同尋常，難道肉蟲出咗事？當專門負責養肉蟲嘅老謝爬入行李艙之後，見到嗰幾條肥嘟嘟嘅蟲嗰陣，先至大大鬆咗一口氣。唔妥，幾條？當見到嗰3條肥嘅肉蟲身邊多咗2條細蟲嘅時候，呢個人成個震咗一下，然後即刻衝出去揾薛主管。薛南見到新出世嘅肉蟲之後，擰轉頭就揾徐麗娜。畢竟徐麗娜而家都係超凡者，而且係成個車隊最弱嘅超凡者。比起唔好老皮嘅陳野、神神秘秘嘅孫西西、冷漠嘅叮咚，仲有喺度忙緊嘅鐵絲，徐麗娜明顯係最好相處嘅。徐麗娜稍稍感應一下，驚喜咁發現呢2條新出世嘅幼蟲竟然係有繁殖能力嘅合格肉蟲。呢個消息好似一道春風吹遍成個車隊。喺成個車隊處於極度危險嘅情況下，竟然仲有新出世嘅幼蟲出現。就算係儲設都被驚動，即刻趕過嚟。你哋最近餵呢啲肉蟲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地方？儲設即刻問負責餵肉蟲嘅老謝。老謝喺末日之前係養殖場負責養豬嘅，今年都50歲左右，身材乾瘦矮細。當初將肉蟲交俾老謝養，一來係老謝養過豬，算係有啲養殖經驗；二來係睇老謝年紀大，一啲粗重嘢佢都做唔到，而且為人都算穩陣，所以呢個工就落到老謝身上。50歲嘅年紀，喺末日之前仲算係壯年。好多50歲嘅人已經喺公司坐緊高位。但係喺末日，50歲嘅人已經好少，都冇乜特別啫，就跟以前嘅餵法，有乜嘢食就俾佢哋食乜。呢啲嘢好益養。係呢，我哋之前俾咗樹葉佢哋食。樹葉？儲設諗起嚟，之前喺樹海嗰陣，啲肉蟲好中意食嗰啲樹葉，所以離開樹海嘅時候，就叫咗人帶咗好多樹王嘅樹葉做肉蟲嘅飼料。樹王係儲設俾樹海嗰啲大樹改嘅名，呢個名好形象，同嗰啲要幾個人先合抱到嘅大樹都好貼切。確定咗肉蟲係因為食咗嗰啲樹葉先生咗2條合格嘅肉蟲之後，儲設即刻將呢啲樹葉當成寶貝。雖然而家車隊嘅情況唔樂觀，但呢啲嘢都係要做。反而車隊裏面嘅雞群死咗幾隻，係因為喺亂葬海太顛簸搞成咁。嗰啲雞喺車底嘅行李艙入面搖嚟搖去。剩低嘅雞望落都係窿窿地，好在為咗專門嘅飼料蠶俾佢哋之後，呢啲雞又變得生猛反。叮咚都喺度檢查理想良眾嘅狀況。理想良眾抗顛簸、抗乾旱、抗水浸嘅特點喺呢個時候就顯現出嚟。喺叮咚檢查咗一輪之後，發現理想良眾都冇太大問題。用車上面儲存嘅水稍稍淋咗一陣，呢啲理想良眾即刻都變得精神反。儲隊1號車唔夠電，就喺呢個時候，負責睇住電量嘅生還者即刻走嚟報告。1號車係指儲設嗰架車。今次3架車形成嘅燈光護欄，每一架車都至少有2個人負責睇住。儲設面口微微一變，雖然儲設一早發現因為呢啲古怪嘅存在，搞到車上嘅電量消耗得好快，但冇諗到會咁快。呢啲古怪同樹海嘅古怪唔係同一品種。樹海嘅嗰啲古怪比起亂葬海嘅古怪更加兇殘可怕。如果係樹海嗰啲開門怪，車隊而家恐怕早就玩完。燈光對開門怪都有用，但唔會好似亂葬海嘅怪咁明顯。儲設即刻叫叮咚揸住貨車代替自己嗰架車嘅位置。冇耐2號車都開始出現唔夠電嘅情況。今次代替2號車嘅係淡台別嗰架越野跑車。呢條友雖然有啲長氣，但心腸係好嘅，人亦正派。喺車隊裏面，佢冇將自己當外人，車隊有困難，佢都係頂得上就頂，從唔推辭。其實呢條友而家已經同車隊裏面嘅人好熟，
無論係超凡者定係普通人，都知車隊嚟咗個長氣嘅超凡者。野子，你架車仲頂到幾耐？陳野搖搖頭，最多3個鐘就唔得㗎啦。屌！柱徹咬住牙，低聲鬧咗一句。仲有30幾個鐘，公勇先至可以將項目完成，而車隊嘅電量儲備明顯已經唔夠。第483章樹王木嘅火焰。為咗捱過剩低嘅30個鐘，車隊班人真係諗盡辦法。有人話用篝火代替照明，篝火都係會發光㗎嘛，或者可以。當然，陳野都冇阻止佢哋咁做。之前喺樹海嗰陣，啲開門鬼係唔怕火㗎。當然，講準確啲，火焰對付嗰啲開門鬼冇咩顯著效果。而家呢啲嘢同開門鬼明顯唔同品種，話唔定得呢。只係周圍都係墳頭，一棵樹都冇，可以攞嚟點火嘅，得墳頭上面嘅雜草同車隊之前儲落嘅木柴。呢啲木柴係之前離開樹海嗰陣，薛南專登叫人收集嘅。經歷咁多嘢，薛南早就成長做一個可以媲美亞部叔、合格嘅車隊管理人員。總之有用嘅嘢，唔理3721，收咗先算。簡單講，就係呢種似執垃圾嘅生存方式，令公平車隊嘅物資越嚟越多。但係喺知道呢啲樹葉竟然可以提高肉蟲嘅有效繁殖率之後，呢啲樹葉俾人當寶咁睇嘅同時，呢啲薛南收集返嚟嘅木柴都俾柱徹留意到。而家要攞呢啲木嚟生火，真係有啲唔捨得。篝火點着，喺叮咚嘅貨 van 冇電之前，閃下閃下嘅火光，伴隨火堆入面嘅啪聲，仲有大家緊張嘅心情。呢個篝火就點喺營地同黑暗交界嘅位，喺眾人緊張嘅目光入面，喺燈光熄滅嗰一剎那，黑暗入面嘅嘢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咁，靜靜雞行近。陳野手揸住憎惡嘅刀柄，眼神銳利，神色嚴肅。終於喺啲黑影靠近火光嗰一剎那，篝火入面傳嚟啪啪嘅聲響，成個篝火都熱咗幾分，火焰飆到成2-3米高，好似領地被侵犯嘅雄獅咁。甚至陳野都有種錯覺，因為呢啲嘢嘅靠近，連火焰都勾埋。下一秒，火焰化成猙獰鬼臉撲向靠近嘅黑影，啱啱行到埋嚟嘅黑影即刻彈開，明顯對呢種火焰好忌憚。呢個擔台別睇到眼都突晒，應該係樹王木。柱徹有啲肉赤咁望住篝火入面嗰幾塊木頭，呢啲樹王木唔簡單。薛南，剩低嘅木柴全部收好，慳住用。雖然唔知呢啲究竟係咩，但呢樣嘢一定好值錢。話唔定第時撞到其他車隊，仲可以換到啲物資。薛南點頭，轉身去安排。陳野都冇諗到呢啲俾柱徹叫做樹王木嘅嘢，竟然咁有用。之前過詭異潮汐嗰陣，我試過用樹王木點篝火整火場，但火焰對樹海入面嘅嘢冇咩大作用。冇諗到，早知係咁，當初就應該攞多啲呢種木頭。物競天擇，嗰啲嘢之所以匿喺樹海入面，應該係因為樹王木對佢哋冇用。而亂墳海呢度嘅嘢冇去樹海，應該就係樹王木嘅原因。早知，可惜啦。咁樣一講就解釋得通啦。樹王木對一部分詭異有效果，呢個都解釋到點解帶路人嘅血徑能力會帶佢哋入樹海。而樹海嗰度嘅詭異潮汐雖然危險，但都唔係完全死路一條。甚至柱徹柱隊長都想反轉頭去樹海，再攞多啲樹王木。只係呢個諗法實在太唔現實。而家翻去樹海難度太大，而且樹海嗰邊仲有另一種幾乎唔怕樹王木篝火嘅詭異。有咗樹王木點嘅篝火，車隊入面嘅氣氛即刻輕鬆咗好多。薛南叫人喺圍住車隊嘅位點咗好幾個篝火，每個火堆都放咗一啲樹王木。凡係有詭異埋嚟，樹王木點嘅篝火就好似憤怒嘅雄獅咁，會趕走晒所有靠近嘅詭異。甚至薛南想開發樹王木嘅其他效果，好似隨身帶住會唔會有呢種作用？結果就係將一個帶住樹王木護身符嘅人嚇到幾乎賴尿。最後，薛南經過幾次試驗之後，
發現咗樹黃木嘅最佳使用比例。篝火唔使全部用樹黃木點着，只需要喺火堆入面掟入一啲就得。其他嘅燃料可以用車隊入面其他嘢代替，譬如暫時唔着嘅衫，又或者車隊平時收集返嚟嘅廢料。但就算係咁，車隊入面可以攞嚟做燃料嘅嘢都少得可憐。期間焗住要用篝火同燈光交替使用，其中陳野嘅怪物皮卡因為一路叉緊電，就算而家嘅叉電效能低到可憐，但總算有啲用處。連車隊入面嘅電筒都攞埋出嚟用，到最後真係冇辦法，叫褚徹同孫西西嗰兩部越野車就地空轉照明。呢種用燃料換燈光嘅做法，只能算係飲止渴。好在中途公用嗰盞煤氣燈又用得返。今次褚徹為咗節省呢盞煤氣燈嘅能源消耗，直接叫人喺營地周圍用繩圍咗一圈，然後指定呢啲繩做自發光物品。咁又頂咗一段時間，時間一點一點咁過，每一秒都捱得好辛苦。公用嗰邊已經做咗好耐嘢，呢條友簡直係個工作狂。陳野甚至覺得呢條友成身都燃燒住一種叫熱情嘅火焰。相比起平時嗰個縮縮下，甚至有啲社恐嘅人，公用呢條友喺現場就係當之無愧嘅王。講嘢都冇之前嗰種驚青嘅語氣，簡直係一錘定音。一聲令下，其他所有人都要圍繞佢嘅命令去做嘢。鐵絲更加係俾佢完全當做牛咁使。當然，做咗咁耐嘢，公用嘅項目都唔係完全冇進展。呢條友將呢幾部準備改裝嘅車全部拆解成最基本嘅車架。鐵絲嗰部校巴同7號車同9號車嘅引擎全部拆晒落嚟，以呢3部車嘅底盤做基礎，一個更大嘅車底盤出現喺所有人面前。原本焊接嘅位，喺公用用咗自己嘅超凡之力之後，呢個車嘅底盤睇落好似原廠貨咁，根本睇唔出係經過改裝之後嘅車底盤。跟住落嚟嘅嘢，陳野就睇唔明啦。不過以而家呢個架勢睇，呢架明顯係一部好大嘅車，車身嘅闊度至少5米以上，長度至少30米，同當初小皇帝嘅行宮都有得揮。不過呢部車明顯仲未係奇物，只算係一部末日大型集體生活遷徙車。呢種車喺末日之前係冇可能出到牌嘅，車底嘅轆都比之前多咗好多。呢個設計反而有啲似陳野最早見到嘅末日堡壘。而且呢部車嘅車底盤都好高，暫時睇至少有1米幾，甚至可以去到1.5米左右嘅高度。明顯係為咗應付亂墳海嘅複雜路況而做嘅改裝。仲有咩大陣之類嘅，都好快喺公用嘅指揮下成型。陳野嘅怪物皮卡升級都就嚟完結，因為冇對怪物皮卡嘅奇物特性進行改裝，所以呢幾次升級時間都好短。期間車隊食咗3次飯，終於喺就嚟食第4次飯嘅時候，陳野見到怪物皮卡嘅倒數歸零。第484章車隊新車。隨住倒數歸零，喺昏黃嘅火光之中，陳野見到自己架怪物皮卡發生咗明顯嘅變化，外表睇落都仲係好似之前咁四四方方嘅樣，但架車嘅底盤明顯做咗啲調整。原本怪物皮卡已經有升高底盤嘅功能，而家就算唔升高底盤，都仍然感覺到呢架車嘅底盤比一般車嘅底盤高咗唔少。車胎都仲係之前升級之後嘅車胎，但車胎上面嘅輪齒好似變得更加鋒利，或者係因為架車成個氣質變得更加銳利，先至有呢種感覺。怪物皮卡就咁靜靜咁停喺度，但已經夠晒令人感覺到入面嘅唔同。哇！野子，你架車。喺陳野靜靜欣賞怪物皮卡嘅改變嗰陣，身邊傳嚟一把嘈嘈閉嘅聲，一擰轉頭就見到淡台別一面驚奇咁望住怪物皮卡。之前睇你架車就覺得神奇，冇諗到就咁一陣間，你架車就進化咗。哇！野子，你點做到㗎？我以為我架車就好叻㗎啦，冇諗到你架車比我嗰架更加神奇。嘖嘖，你呢架係奇物嚟㗎嘛？識得自己進化嘅，應該係天生奇物啦。野子，你唔知奇物都分普通奇物同天生奇物㗎，天生奇物萬中無一。嘖嘖，犀利！陳野一句話都未講，
呢條友已經講咗10幾句，陳野都唔知怪物皮卡算唔算天生奇物。嚴格嚟講，應該唔係天生奇物。怪物皮卡到而家都係一直靠自己一步步升級返嚟。收聲收聲，你架車先係天生奇物啩？我睇你架車都好似唔簡單。一個人一架車可以生存到而家，你估計都有唔少秘密啦。俾陳野嘅說話問到一僵，擔台別找咗找後尾枕，面色有啲尷尬。哈哈，野子，你就算得一隻眼，都比好多人犀利。冇錯，我架車都可以算半個天生奇物，但再多嘅就唔講得俾你知啦。雖然呢條友待人真誠，做事隨心隨意，但都冇隨心到將自己壓箱底嘅嘢講晒出嚟。末日可以生存到而家嘅，邊個都冇表面睇落咁簡單。當然，可以做到擔台別呢種坦白程度嘅，都算少有。比如有人咁樣問褚徹同陳野，呢個人好大機會咩消息都問唔到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褚隊搞掂啦！一把充滿疲累但又好興奮嘅聲講道。隨住呢一聲，幾乎係所有人嘅目光全部集中到營地嘅中間。就算隔咗咁遠，都仍然可以一眼睇到嗰兩部大車。呢兩部車一大一細，但就算係細嗰部，都比其他車大好多。特別係嗰部大車，好搶眼。呢部大車嘅底盤好高，由外面睇，呢部車至少有3層。1層、2層應該係普通人生活嘅區域，第3層就係一個樓台，只係喺頂部有個遮陽棚。明顯呢個地方係專門為鐵絲準備嘅，因為鐵絲嘅體格已經遠遠超過普通人。一般嘅車廂想容納呢個大隻佬，明顯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呢第3層嘅空間，專門俾鐵絲用嘅話，就啱啱好。3層嘅車頂空間好大，其他嘅位明顯可以用嚟做種植區。呢部車明顯仲好粗糙，車身部分只係用簡單嘅框架結構，連似樣啲嘅燈都冇裝到幾多，好多地方都冇封閉，連車窗都冇裝。除咗車頭駕駛艙部分，其他嘅地方都係維持勉強用得嘅狀態。不過車入面嘅空間就夠大，如果極限情況，呢部車裝100個人應該夠嘅。另外一部細啲嘅遷徙大車都係一樣嘅風格，1、2層都係車入面嘅空間，車頂都特登整成種植區。第時叮咚可以將一部分理想良種移植到車頂，甚至喺車嘅尾段仲特登整咗幾個養殖用嘅籠，以後嘅育蟲同雞都有地方養。要係咁，褚徹對於呢個結果都係相當滿意嘅。只要可以離開呢度，車簡陋啲都冇所謂。剩低嘅地方都可以第時再講，反正車隊入面有個機械師序列，第時再慢慢完善。40個鐘啊！為咗呢40個鐘，褚徹同薛南同車隊嘅所有人都諗到頭爆。40個鐘已經係極限，就算想再擠多1個鐘都難以做到。營地嘅外面已經聚集咗好多影影綽綽嘅扭曲身影。詭異法則之一，喺一個地方停留越耐，就越容易吸引詭異嘅注意。俾詭異注意住，褚徹想用隱蔽屏障都冇辦法用。褚徹只係稍稍打量咗一下呢兩部車，眼神入面嘅驚喜就收唔住。不過都冇睇咁多，而家每1分鐘都好緊張。所有人上車，我哋離開呢度。一聲令下，幸存者們快速喐起身。薛南指揮住一啲人快速將物資收集好，另外一啲人就係將之前攞出嚟放風嘅育蟲同雞全部趕翻去新籠。之前育蟲同雞都係放喺車底嘅行李艙，但而家公用俾佢哋都準備咗更好嘅養殖籠，比之前幸存者們簡單製作嘅養殖籠好無數倍。成個營地都有條不紊咁運作緊，就算係新加入嘅嗰啲人都俾薛南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只用咗幾分鐘嘅時間，車隊就完成咗所有遷徙嘅準備工作。呢個係身為末日人嘅基本素養。公用新改裝嘅2部車被編為5號車同6號車。5號車就係嗰部最大嘅3層末日遷徙車，鐵絲就喺呢部車上面。禿頭老李成為呢部車嘅管理員，羅醫生同佢老婆都喺呢部車上面。羅醫生冇咗車隊管理員嘅身份，但都冇因此沮喪。做過車隊管理員先知道，呢個位唔係咁易坐㗎。
喺享受一啲少少特權嘅同時，都承擔咗好多責任。唔係超凡者嘅羅醫生，如果唔係仲有車隊醫生呢個身份，怕且一早已經頭都大晒。呢部車有超凡者坐鎮，會慳返好多麻煩。6號車就係嗰部細少少嘅車，呢部車就由徐麗娜坐鎮。而家已經係超凡者嘅徐麗娜，管理呢部車都好輕鬆。就算佢只係序列編號好後嘅共生超凡者，都仍然唔係普通人可以挑釁嘅。賴伯薇同汪輝成為咗車隊助理，其他車嘅情況不變。所有人注意，唔好甩尾。再講一次，唔好甩尾，唔好甩尾，唔好甩尾。出發。對講機入面傳嚟褚徹嘅聲，引擎嘅聲響徹夜空。褚徹嗰部車一馬當先，直接喺前面帶路。喺亂墳海揸車，仍然好似揸船咁。不過褚徹都唔在乎，佢嗰部車就算冇辦法完全吸收墳頭帶嚟嘅波浪，都比叮咚嗰部貨 van 好好多。孫西西緊隨其後，再之後就係叮咚嗰部貨 van。呢部車都仍然搖搖晃晃。冇辦法，孫倩倩同褚徹兩個人焗住用牽引繩直接拉住呢部車，就嚟要提速，其他嘢唔理住，總之離開呢片亂墳海先講。5號車同6號車已經換上咗之前嘅心臟引擎，只有呢啲嘢先至帶得起呢兩部大型遷徙車。5號車搖搖晃晃咁向前行，凹凸不平嘅墳頭將車轆頂到高高，其他車轆都係咁，車轆形成一道波浪。車身就只係微微搖晃，比以前好太多。6號車都係平穩過渡，行起上嚟冇咩大問題。甚至6號車因為得2層，狀態比5號車仲要好少少。如果係末日之前，呢兩部車係絕對冇可能行到出街嘅。陳野見到咁，都撻着咗怪物皮卡，輕輕踩一腳油門跟上去。第485章衝出詭異包圍圈。車啱啱開動，陳野就感覺到怪物皮卡嘅唔同。以前嘅怪物皮卡同坐船幾乎冇咩分別，但係而家車轆碌過一個墳頭，將條胎頂到高高。若果係以前，車身都會傾斜，而家成個車身只係微微側埋一邊。怪物皮卡嘅避震行程已經將呢個墳頭嘅顛簸完全吸收晒。當車轆碌過墳頭嘅波浪，後面嘅車轆就好似海浪咁，將墳頭嘅能量吸收得冇晒破綻。架車都係嗰架車，只係成個過程變得無比順滑。比起公用改裝嘅兩部車，明顯系統出品嘅怪物皮卡更加出色。之前因為怪物皮卡只係2輪前驅，喺行呢種路況嘅時候實會跣胎。呢個時候小怪物就會伸出觸手嚟控制架車嘅平衡。而家陳野坐喺車入面，可以明顯感覺到成架車比以前踏實咗好多。怪物皮卡嘅特性令陳野對怪物皮卡有好強嘅掌控力。就喺頭先，左前輪跣胎，但其他3個轆都仍然持續提供動力，令怪物皮卡好輕鬆就避開咗被困嘅可能。至於動力方面，怪物皮卡嘅引擎都係升級改造過嘅，就算唔係心臟引擎，單論提供動力方面，怪物皮卡嘅引擎一啲都唔比心臟引擎輸蝕。細細嘅觸手從助手席嘅手套箱伸出來，不斷咁來回搖擺。明顯就算係匿喺車入面嘅小怪物，對於怪物皮卡嘅今次升級都好開心，至少慳返佢成日要出手救援。陳野望向車窗嘅防護網之外，5號車同6號車嘅表現都超出咗陳野嘅預料。咁大嘅兩部車喺亂墳海行駛，雖然唔講得上穩如泰山，但同怪物皮卡都差唔遠。呢個就係機械序列4嘅能力，得40個鐘就完成咗普通人幾個月甚至幾年都冇辦法做到嘅事。褚徹話序列4會唔同，果然唔同。呢個就係序列4。相比之下，帶路人嘅序列4係咪太渣咗啲？各位，我哋要加速啦，爭取早啲離開亂墳海。對講機入面傳來褚徹嘅聲，離開亂墳海。呢句說話簡直就好似俾所有人打咗支強心針咁，每個人嘅面上都帶住一啲期待。野子，今次你打頭陣。對講機入面傳來褚徹嘅聲，
車隊嘅所有車入面，要講改裝得最齊全嘅，無疑係柱隊同孫西西嘅呢兩部車。但要講邊部車俾到人安全感，無疑係陳野嘅怪物皮卡。喺談台別離之前，呢部怪物皮卡係車隊唯一嘅車輛類奇物。陳野知道而家係關鍵時候，都冇囉嗦，直接一腳踩油門。怪物皮卡嘅車轆好似海浪咁，將墳頭嘅起伏盡數吸收。車入面嘅陳野都冇咩太大嘅顛簸感。陳野再次感嘆系統出品，必屬精品呢8個字嘅份量。各位跟實啦，唔好甩尾。陳野拎起對講機講道。講完呢句說話，陳野直接將所有車燈全部開晒，車頭閃爍住刺眼嘅車燈，好似一把利劍咁刺入前面嘅黑暗。連車頂嗰排輔助遠光都開埋。車頂嘅輔助燈光係一般喺夜間無人區行駛嘅時候先會開嘅。呢種輔助遠光燈，只有喺一啲專門改裝嘅長途穿越越野車上面先見到。末日之前，呢種改裝係完全非法嘅，若果俾人捉到，係要俾人強制拆除㗎。但係而家根本就冇人理。就算係對付開門鬼同亂墳海呢啲嘢嘅時候，陳野都唔捨得開輔助遠光。但係而家陳野都顧唔到咁多啦。就算電量飛快消耗，都在所不惜。而家嘅怪物皮卡經過咗好幾次升級，早已經唔係當初嗰部。車入面嘅怪物都仲係嗰個怪物，但駕車嘅性能就已經今非昔比。燈光照亮前方，將前面嗰啲走避不及嘅身影照晒出嚟。一具具詭異嘅身體就好似稻草人咁企喺路中間。陳野呢次發現營地周圍嘅詭異遠超想象，就算比不上之前俾詭異包圍，都差唔多。車隊喺呢度停留嘅時間太耐啦。柱隊。陳野拎起對講機，只講咗2個字就冇再廢話。柱徹就明白陳野想講咩。陳野一腳踩油門，前置引擎艙傳來引擎嘅咆哮聲，好似一頭發惡嘅棕熊咁。怪物皮卡帶住無可匹敵嘅威勢，直接衝向前面嘅稻草人。撞擊係怪物皮卡仲叫末日皮卡嗰陣嘅能力，當時融合咗雙頭牛骨之後嘅能力。呢個能力曾經喺榮城發揮咗好大嘅作用，後尾就一直冇用過呢個能力。冇諗到今日都有呢個能力展示嘅時候，怪物皮卡就好似一頭發惡嘅公牛，帶住咆哮聲一頭撞向前面嘅詭異群。嗰啲俾燈光照住嘅詭異一動都唔敢動，喺怪物皮卡嘅撞擊之下，直接變成粉碎。好彩呢啲嘢體內冇咩血液，唔係嘅話怪物皮卡而家嘅情況肯定唔忍直視。只係冇咗擋風玻璃嘅怪物皮卡，防護網雖然擋住咗啲詭異被撞碎嘅肢體，但一啲細碎嘅粉末都係穿過防護網撞入車入面。只係一瞬間，陳野嘅面上、衫上面全部都多咗一層灰色嘅唔知名塵埃，一股濃烈到極嘅土味直衝鼻腔。陳野死咁閉住個嘴，妖！車窗玻璃，車窗玻璃，老子遲早有一日要裝反車窗玻璃，仲要係防彈個種。令陳野有啲安慰嘅係頭先啱啱燒好完嘅殺戮值再一次得到補充。孫西西部車就跟喺陳野後面，從佢嘅角度睇到嘅情況就有啲驚悚啦。陳野嘅怪物皮卡撞碎咗無數詭異，嗰啲喺黑暗之中極之難纏嘅嘢，喺燈光嘅照射下就變得脆弱不堪。天上面、地下邊、左邊右邊，全部都係俾人撞斷嘅肢體周圍飛。再之後就係車隊其他成員，冇人出聲，都死跟住陳野部車後面，生怕一個唔小心甩咗尾。喺陳野感覺到車身微微一輕嘅時候，前面一空，除咗無盡嘅亂墳海，竟然冇一隻詭異。睇嚟係衝出咗嗰啲詭異嘅包圍圈。睇咗一眼側鏡，車隊後面嘅詭異又多咗好多。之前撞死嘅嗰啲詭異，佢哋用佢哋特有嘅聯繫，吸引嚟咗更多嘅詭異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種能量以柱徹嗰部車為中心擴散開嚟，帶路人序列4嘅能力，活人屏蔽。